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地震的消息。真侪人困的，是拢去互地震摇精神。饭店过12:17的时阵，是发生瑞士规模6.4的地震，深度干那9.7公里。地震中心是伫咧嘉义的大埔乡，上大的震度有甲6弱。也那台南的南西甲高雄的甲仙嘛拢有5弱，差不多全台湾拢感受会到。其中有20个县市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。地牛冰心吊灯又甲强要落来，当地较悬楼的民众讲，袂输敢若伫咧游乐园坐海盗船。今仔日透早0:17分，嘉义发生规模6.4的地震，深度只敢若9.7公里，全台湾拢有感觉。尤其嘉义县大埔上大震度到6弱，中南部真侪所在拢有厝损害情形。这两间拢共款，拢啊规个拢，包括迄个顶悬的拢拨落来，好甲再无倒。台南市南西区一间家厝啊。壁壁整甲拢必损，袂出敢若规片的蜘蛛网，还个规道红砖仔壁规个拢倒来。伫主地震发生了，大大细细地震尾还佫一直摇，80几岁老阿嬷，趁阿嬷惊甲皮喘，毋敢佫入去厝内。也拢倒落来啊！205941，足大吼，毋知偌大，我毋知啦，50几栋拢毋捌地安尼。伫晋江附近的阿里山监视器翕到地震迄当阵，遍地敢若是闪白光条，就大范围停电。气象署讲，接下来3天有可能会一直发生规模5.0以上的地震波，爱注意。这个地震造成最大的震度的位置是在嘉义的大埔这边有到6弱的一个程度，然后5弱的只有2个地方是在台南的南溪跟高雄的甲仙。那我刚才提到说，中部的地区包含台南、云林、彰化、南投，甚至花莲这边都有到4级的一个震度。地震专家讲，这边主地震的所在，甲1964年北河大地震的所在正晚，互相是毋是有关联性，也搁爱分析。那它的附近呢是有一个口小里断层，或者是北边一点的出口断层。那这个蓝色星号呢是过去1964年白河地震所发生的位置，看起来跟这次主震位置有点接近。那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性呢？也必须要再经过后续的一个分析。地震尾也搁继续伫咧摇，中南部山区已经有真侪石头放来进行，路袂通，公路局伫日时会起巡，也希望民众若无必要，莫去山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